好，来继续来看行政院长苏贞昌回到家乡屏东，行程圆满，先去参加农业博览会开幕，刷来视察台湾灯会筹办的状况。屏东一带农业博览会开幕，现场闹热滚滚，除了馆长潘明安，还有一位嘉宾。 行政院长苏贞昌转到家乡屏东，受到乡亲热烈欢迎。大家问到讲，顶礼拜六台北市立委补选，民进党拍败国民党甲外加分，是不是代表9合1败选了后，民心流失已经转来啊？苏贞昌的回答真谦虚。同时，今天民进党执政，如果我们做好，民进党更能赢得人民的信任，才会选举胜利。 出席完农业博览会开幕，伊阁赶场去看台湾灯会筹办，伊嘛讲院长的身份来带动提升家乡的观光。